基老师的视频太少了，我每天都有啊，有他的话都直播，直接看直播嘛，很好嘛。这个再等一下，这边这个红的，这个红衣服的那个，这个啊，来，对。对，送了你了，对，送给你了，就送你了，送你。是的。对呀，送你的，送你的。送你的。有点肿，这个是水果的。好，大哥，好样的，没毛病啊。这个都是弄的。谢谢。好了，谢谢啊。是国外那个，就是这写的蟹梨油，卡片蟹梨油。哎，对，这里面这个是水果那些东西里面的，这个里面有那些奶粉那些啊，豆奶呀那些都有，啊，这上面有。韩国网友吗？对，韩国的。还是比较快啊，20分钟不到吧。看就完了嘛，不要说一些话，好不好？网上那个拥挤老师这么多视频，你自己找吧，我也不用看，谢谢啊，不用看。这个鱼我不吃，我也来不及吃。他本来我不清楚啊，没有仔细跟他聊过。一般他都是收东西啊，那些啊，搬东西啊。本来不可能一直对着拥挤吧，是吧？90多分钟、100分钟就一直对着他嘛，不可能的。每个人都要拍嘛，不可能只拍1、2个人。那么多新的那些以前不出名的项目那些，拍了一下就火了，你也不知道啊。本来跳得好的地方肯定有，我觉得有必要展现一下。对，785，好听的。还有10分钟，
象。老师也去了啊！哎，老师什么时候偷学了？他居然很会哦！哎，看看，老师的骑马舞也很熟哦啊！我都现在想一心二用了。男队女队分开的嘛，他要一下下子黄青就要上，黄青和登之是最主要的现在是培养的对象。可以，你要去跳楼？可以可以。正常来说叫玉树1.5，配音是乘多赛马，简称785。哎，芳芳不要踩我的，你不要踩。上一下，加油，加油！还有一首曲子叫还有一个是785。跟这两个搭档，他主要搭档就是他。这个才叫785。这边一上，登之他们一上，登之扎西秋吉。
3个条了，男的女的在跳。等一下拍一下花絮嘛。他们收场的时候都有啊，这东西有点多，有点重，水果的也比较重吧，然后那个零食也比较重，花不重，花只有很轻的橘嘛。他们上了，上了。他刚刚才到嘛，应该有点累，坐车坐太久了，坐车要坐15个小时。这不涨吗？最后一组。结束了，家人们。干嘛鸟？干嘛鸟？我们先走了，走，我也走。不是，你们走了。先啊。是真的。走了吧。主播加班有。那你们加班吗？瞧。完了，你晚上排练吗？真的。排练不？今天晚上。对啊，他们昨晚排练。不知道。看到也没说什么。哦。我不知道强巴大叔今年多少岁啊？就强巴大叔多少岁？就是穿红衣服那个。你知道他多少岁吗？我又不知道，他们都没问，都没问。他就收线去了，收那个。谢谢大奶的谢谢，没看到。收电线去了。他把他每天都收电线那些啊，忙些那些。我去问一下他吧。你好，我们是那个花店的，我看到你们那儿经常就是买花。我附近楼底下就是，我家楼底下就是，几百块钱。大概几百嘛，因为我们是批发的，肯定就是假的那方面，但是比这家子肯定比这个多，我这个又是项目后面的大品牌的。主要是这个嘛，又不是微的。才出来创业的些，我说的，像你像啥子品质啊和包装的那些。我也不晓得每天哪个时候到。那也是我们铺子近得很，就在那个咱这儿只有几百米。你可以试下，或者是我们可以给你报一次来，你可以感受一下。到时候我早点来了，早我再说吧，因为我现在晚上都7点40左右才到，7点8点钟才到。
啊，我就晓得，因为我经常在这儿看他们跳舞嘛，然后我觉得他们这个是你的吗？你如果就是说，我说来找我才行嘛，我没有，你就可以明天我们给你报出来，你可以感受一下嘛。试一下嘛，我一个备选嘛，我们这儿那么近，就在然德市儿，我们做批发的，我那会儿都可以带你去搞到看哈。真的大冷库全都是批发，价格肯定比这所有优势些噻。做批发的价格肯定就会给到更低。你看要不要去看一下嘛？就这儿，真的，就这儿那个然德市儿。我别找的时候再去吧。那我们明晚上就是包饮食过来，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品质和，就是我后天晚上还有，明晚上还不知道哈，我没的，后天还有。微信嘛，你要的话你在微信上我告诉定了，我钱都给了。不要，我们包饮食过来送给你。不用，真的。你可以感受一下。不是，主要是我们所要送的他们跳舞的。就是我晓得。给我讲。给我加10个。要不然有空的话，忘了。你是一个，我们是知道。这是我们一个朋友送的，是吧？好了，那就。哎，他想的，这个一次来票，特别棒。谢谢。还介绍，这儿开始他就来，我们知道。他的意见。麻烦。这边去。给儿你走不？不晓得，等会儿不晓得。他们不晓得跳不跳舞，不晓得哦。说我在跳舞就陪下他们嘛，就可以不要到，我问下他们。那个是倒看的嘛，好看吗？不是，汗水流到眼睛里，那是运动员戴的。夏天要跳，那你要换个红色的，换个颜色呢？花色有点抬高点，真正送他嘛，高啊！你老年人太高了就要看啊，韩国人就送。送那个水果，熊老师要胸球，还有那个，熊老师好是水果和的谁的扇子？饼干那些。哎，等下我问一下他多少岁啊？哎，不用问了，没必要问，不用问了，好去了。多少岁不重要啊。多少岁不重要。他有时候在青阳宫。青阳宫是因为这儿没跳，是因为没跳嘛。不能跳了，他们。青阳宫不能跳了，他扇子不要了吗？他的一年多了，还是没好久，他就。对啊，他就是一直很久了，所以说你网友都，所以他们都知道。这不知道没问他的年龄。60，应该讲你60多。哎，我还以为送给哪个了，结果送给他。哎，对。小。今天那个，我只要去的话，我就坐你车。不晓得，我问一下。你今晚上练不？今晚上你们练不练舞？不练了吧？不练我就不用带你们了。他们不练，明天上班。这边我拍一下，很是，我们是从安徽的回来，还是安徽这边的。提高一点。怎么就黑得很？好黑呀！好，来你这个来你可以吗？我做一个吧。他觉得是崇拜你。我在出差呢，我在四川成都出差，你们老家出差。那个你哪天有空了，带我们那儿去看一下。可以嘛？有空我过白天嘛，有空我再过来看嘛。你们好友都在那儿嘛？白天的时候。白天我在市中的，我做市中心的，我做春熙路的。那是我有天我就过来看下。没事，我们改天又来。好嘛。改天又来见你，拜拜。好。他们罗马那个排练嘛，曲嘴都不得去了吧？曲嘴他哥结婚他不得去。27号，他们27号广府桥那个表演，他不得去，他亲哥，对，就在老家没得那边。
在这边。他这个接的嘛。你们等会儿要去体育馆吗？去体育馆吧。去不去？我们不得走嘛，我们去嘛。他们今晚不得排练了，不得排练了。走吧。我们这5个人刚好合适。再加上可以啊，我们这儿5个，加进去吧。走吧。哎，那个走了。把手把它关掉。